要太难啦。对，那我们请欧导演来帮我们鼓掌分享一下。那我已经讲好了，应该非常数字，就是你们阿公妈几岁差不多阿公那刚看你跟阿公现在现你是这个多少年？72还是多少？啊，有东西举手的，等一下，大家冷静，老回去数到3哦，数到3你就选。好。1、2、3。有点这样快。对。哦，78了。我感觉到，在影片里面呢不是78，他现在是80。哦。他其实更老。然后我现在分享一下好了，这个片其实没有做一些，我是用剧情片的拍法去拍纪录片，有一些构图，但是因为我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我可以好好的拍，就是在一个定点，所以我帮我做一些比较好的规划、构图啊，或者是一些声音的部分，或者说补一些采访后面其实都比较容易。那整片会像流水一样，就是你会看到他会重刷，但是我最后会放一张阿公年轻时候的照片，其实我觉得很震撼，就是你看到一个70、80岁的阿公在面前，就是有一个他长得20几岁的样子照片，然后看到，然后就发现他的年纪，就是他的50年代他就是这样，就如同影片上，他就是在一个地点，然后做他该做的事情，然后这么久，他只做一件事情而已，做到变成活宝。然后还有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我觉得有一种时光飞逝。那请问欧导演是之后还有打算就这个题材继续发挥吗？是有再去乡间绕一绕，发现新的活法？我可能想法就是说，有机会如果再多认识一点自己家乡的一些东西的话，我会再利用时间创作。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创作，因为我同时也会拍一些剧情片，所以像这类型的纪录片，有机会我就会把握去把它拍摄制作，那是段时间可能会去做一些编剧上或剧本上的拍摄。对，就是大家其实剧情片、纪录片是不分家的嘛，就是大家都可以多多尝试各种不同的题材啊，或者是拍摄的手法。那我们再请欧导演再来发问一个问题。再一个吗？哦，我想到了，那个阿公他目前会做几道品牌。我真的觉得简单。真的。好，所以同学，刚刚白色同学就为我们展现了很好的意思，你不只要举，你要举很直，好不好？要举直一点，我们才看得到。来，也是一样的，对，这样会有说这件事情的，好不好？1、2、3。会不会快一点？很好。3种。恭喜这位蓝色衣服的同学。好厉害的。好。好，那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因为其实欧导演的年龄应该跟大家都差不多。好，拍摄到前置到拍摄大约没有久，差不多花1个礼拜，因为那在我家附近，我有空就会过去坐那边跟阿公开干，让他挖出那些他的故事，而且看听看的。激励人心哦。因为他是单场景，
其实你们拍剧情片也是一样，但一场戏比较容易解决，因为你是需要换卡，你其他的换，那你也比较好认，而且也不需要运送，不需要走过去，所以在一场的话，拍部片会比较快，但是在一场影片拍的比较拍场比较难，拍场需要下点功夫。那我觉得讲起来好不好？对，没有人同学没有关系，很好。还有一个小点，还有一个纸胶带啊。那就是这纸胶带比较受欢迎，其实我会建议我们是出的。再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了解到这个纸胶带。我们欧导演啊，他做这一次的这个访谈。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看到的几部片都很多大家都会在影片里面看到，大家比如说啊，这个已经走啦，然后发现年纪也大啦，走不了，没有人要做怎么样？所以其实这几部片上他们记录的是不同的人事跟文化，但是其实他们讨论都是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竞赛是透过这些作品能够保留下。总有一天，或者是正逐渐在消失的一些文化。其实这种文化不单只是欧导演刚刚访问的那个素材的老师傅，或者是像蔡导演拍摄的家样文化，其实连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在逐渐消失当中。所以其实我们去鼓励同学，你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你就可以去想说，甚至拍或者是拍你去观察到你觉得有意思的东西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这样的话，欧导演，大家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要让欧导演有奖征答，最后一个哦。我可以分享。对啊，刚那个主持人说到说可以去发现生活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很有道理。就是他刚说到我们的每一个昨天都在离我们远去哦。其实我不知道我对这个有感受。我最近有个大学同学，他过世了，那我们班在月底准备要去看他。那是我们班的第一次同学会，那我就觉得我们班过去感情就很好。那居然同学会一次居然一起去他，那我就顶着，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记住的好机会。那我现在也在构想。怎么样去做一支片？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我的想法是，我会先从旁白下手。我先从旁白开始想，我要讲些什么东西。有可能是我记录了，我想法是我记录的。那我讲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要先去想一下，我有哪些画面一定要拍到。你一定要有先规划好，你有哪些画面一定要拍到。你至少这部片子有个安全带，就是它往上起来。那剩下的东西。就是班就准备好剩下靠以外，剩下的东西只是靠比如说你跟老师先互动，或者去一些手上情况塔，你也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有些东西你只是不知道，那你就是准备好之后，然后带着意外发生，然后让它打美好。对，这是一个创作的一个说的很好，不要理解。还是靠准备，他靠意外，好不好？说有没有意外的想要分享的，或者是有问题的？那个我想要问说，就是有些纪录片是有旁白，然后有些纪录片是没有的。然后在你的片里面，它是旁白呈现，那有旁白的好处跟坏处是什么？旁白好处，其实没有旁白的片的话，它的故事性跟画面性要很强。要强大到别人看这画面看得出里面的故事内容，对，不然看不懂，所以就要加可能就要辅助旁白。那我想法来的，因为你要有够强烈的画面故事性，才把它看懂。好，恭喜这位同学。这样要讲别的，他还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老师这边，他还有其他问题也要问我们蔡导演的。哦，
好不好？有没有同学要分享一下，比如说刚刚这两部片的一些看片心得，或者是没有，或者是你自己之后想要拍摄的主题，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可以拿出来，因为我们要导演在场，所以指定导演你要发问的好不好？同学有什么样的心得吗？或者是有问题要在这个过程中？